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Word 製作文字標語，如果打入文字，直接放大，字體太大會直接跳到下一頁，效果唔理想。可能係插入，選擇文字藝術師，揀選第一個黑色字，再輸入文字，係圖形格式中，選文字效果，再係轉換，選矩形，之後直接拉大文字就可以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